南台湾开始出现日头天气变问题，总统府院就每天让南下到屏东的假东桥每门拜拜水在在面，在面就看到总统府院是官家的春节，希望做啲天数安置，引起下路的老人家，也来加强在其清理还有消毒的工作，本期就做啲家头重建家人。总统府院做面前，南下屏东假东乡为了辛苦救灾嘅国原体乡，为满不限数在嘅居民，本案子提假东农教嘅灾民看到做面前，目质马上都跌下来。300人嘅灾民本人接种案子提合教嘅礼堂，生活环境同台北无同样。除了太人以外，提配设立嘅儿童电梯，提供在期嘅儿童。提所在多重建期间的心灵安慰。发放文具同糖的本小朋友，俾小朋友向下创诗歌，一条诗歌按到小小嘅梦想，创出灾民心关度嘅愿望。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，只要仰望天父。真的很不忍心看他们。又在睡在这边地板上，有的没有牙齿，根本不能吃东西。真的，这部分的话，看是不是政府可以把他们迁到医院去打点滴或什么之类的，对他们来讲会比较好的照顾。我希望总统夫人，你不要这样子跟我讲而已。我希望这种事情要赶快帮我们解决，不要说啊，你今天跟我答应，然后明天又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你懂我意思吗？我说你也是啊，你看不要那个每个事啊，灾民嘅心上总堂到位，朱美琴表示，除了天数分送传点以外，佢还转告政府灾民嘅需求，帮助佢哋做嘢行出灾难对佢哋嘅伤害。客家新闻潘胜旺评论报道。